这几档台湾真侪出电视剧，拢是对出版品改编来的，亲像《俗女养生记》也是《盐水大饭店》等等，显示咱台湾的出版品是有真大的发展的空间。即马为着要来推广台湾的作品，文化部是逐档拢会做翻译的版本，或者的创作也会当去到国外。 定定伫大型的国际册展，咱才有通邀请到世界各国的出版社，也是谈版权的业者来到台湾找找因有兴趣的出版品。为着要甲台湾原创的作品积极推展到国际，文化部当年拢会办 Books from 台湾的计划，以前一年敢若选60本，不过当年申请计划的出版社愈来愈侪，今年增加到220本，希望互台湾的出版品在国际通愈来愈赢目。欧洲漫画的翻译较袂歹，足侪出版社拢来申请咱迄个，拢为了来买我们的版权，迄个漫画的部分。啊，那绘本你想讲吉米的作品，伊伫西语系国家伊都很受欢迎。好，你伫来自清水孩子，伊看伊伫外国，伊就7种语版，嘿啊，伊就是伊嘛是咱伊内底有伊拢是写台语文嘛，嘿啊，所以伫外国足侪人介意。 依来自清水的囡仔做例，这套红仔册讲的是白色恐怖受害者蔡坤林的故事。文化部表示，外国嘛有真侪政治迫害的历史，会产生动感的内容，伫咧国际上都有机会卖甲袂歹。因为协办 Books from Taiwan 线顶定选说明会的出版社是好约，唔免甲家己限制伫咧台湾文书的题材，真侪共通的议题拢是会当含国际交流的。美国特别对小孩的创作上，对所谓的各种道德指标啊，或者对 各种保护儿童心智各种的要求，又远高于世界，远高于欧洲吧？哇，不是因为说是只是因为有台湾的主题，所以全世界都会买单，这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他一定要是要看不同的地区，然后呢，让不同的这个地区的需要，要跟怎么跟他们 谈判。Books from Taiwan 自2014年到当已经10年，拢总是累积506本的出版品翻译，有卖出400多笔的国际版权。文化部表示，每半年拢会办一届出版品外译的定选，因为今年第2期的时限到10月初7，未来入选的作品嘛会去参与无共国际册展，也是出版奖项，希望让世界看到台湾的作品。记者卢尚珠、谢桂林、新北报道。